嘿，我係 Pat Wing 啊！你今日想講解下呢本榮格嘅心理類型啊。好，咁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一個比較有趣啲嘅書本啊。喺449頁裏面講緊內傾感知型，我可以讀一次先。內傾感知的優勢地位形成了一種特定的心理狀形態類型，即內傾感知型。即係話，有時我哋啲嘢感覺到嘅嘢同現實嘅嘢係唔同嘅啊。而且還有具有某些特徵。由於他們對於事物選擇主要的依據是所發生的事物，而不是依據理性的判斷，因此他們屬於非理性類。即係話，如果你有時候感覺到嘅嘢唔係客觀存在嘅話呢，咁就屬於非理性啦。外傾感知受於客體效應的強烈度，而個內傾感知則取決於被客觀刺激所引發感知主觀的部分的強度。都係頭先我所講啦。正如後者已清楚地顯示，他們的感知與客體之間並不存在對等關係，而雙方實力不成比例，而較強勢的一方是與的關聯性。即係話，有時我哋感知到啲嘢係我自己先感受到嘅，你就會不斷咁尋找外界嘅關聯啦。即係話，可能我感知到有杯啊，我揾下係咪真係要飲水呢？類似係咁啦。所以當人們從外部觀察內傾感知型嘅時候，根本無法預料他們會產生或不產生什麼印象。即係話，其實人係 detect 唔到你內傾嘅嘢，但係你同人，但係咁有時候你同人講乜，我好似咁樣又感覺到啲嘢咧，咁樣咧，即係表達翻出嚟咧，咁啲人覺得啊，佢真係好似好醒目喎，咁就可能你當 IQ 可能130、120咁樣啦。舉例來說，這種情況出現在即係話其中一個例子就話有藝術家性 MBTI 喺上一啲藝術家，但我唔記得佢 MBTI。總之有啲藝術家類型嘅人咧，不過他們藝術家啲是人類意外的存在。即係話有啲藝術家可能去發夢啊，或者係見到啲影像啊，跟住變成一個畫畫啊、書啊嘅作品咧，咁就好普遍嘅啫。一般來說，內傾感知型所特別缺乏的，能夠掩蓋它的非理性。即係話，一般嚟講，你感覺到嘅嘢講唔到出嚟咧，係好合理嘅。有時間先，已經到3分鐘，我哋繼續。在正常情況下，客體不會受個體受到貶值，不過個體無法在與客體的真實性建立關聯的主觀嘅反應，卻會取代客體的刺激。即係話有時候你同人講咗黐線嘅咁樣，但係其實係好普遍嘅內傾感知。係人活着為咗什麼？既然一切重要的發生都不需要客體，為什麼客體具有存在的理由呢？點解呢？其實呢個世界係物質組成嘅，大家都明白。但係只不過有啲人佢可以感受到一啲比較唔係超現實嘅嘢啦，可以叫做。因為客觀刺激對於個體感知來說是不可缺少的，只不過客觀刺激對於個體造成的效應並不同於我們從個體外部。諗一諗，客觀刺激對於個體的感知來說，客觀刺激對於個體的感知來說係啱嘅，因為即係客觀刺激的個體造成並不同於我們，即係話你好難憑外表觀察到佢心裡面嘅嗰個心理或者精神活動，
除非你好了解個人。嗱，我哋今日就講住呢個部分先，下次翻嚟咧，我哋會繼續討論呢個內傾感知型嘅第二集啦。啊，再見啦 ！YouTube 嘅朋友，希望你哋可以訂閱、讚好或者係 share 呢個有趣心理學知識嘅俾朋友或者係你屋企人。想更加了解更多深入嘅心理資訊咧，都可以追蹤我哋呢個 channel 嘅。啊，而我都係有 Facebook 咧，係有關於啲魔獸嘅文言文嘅翻譯㗎。啊，咁就冇乜特別啦，下次再見啦啊，拜拜。